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2020年8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15节，罗马书11章第33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袂通嫉妒。咱用真侪工的时间来去看到经文内底记载雅各的囝约瑟伊的遭遇。咱会当想象讲，伊的阿兄一定无法度了解即个事件对人的角度来看，约瑟受卖了后，若毋是死，就是真做奴隶。怎样有可能来成做即个埃及的宰相？另外，因搁较无法度了解的是，即个莫名其妙得到官位的约瑟，竟然对因的作为拢无受气，抑搁对因讲这是上帝找我来的，毋是恁。虽然是安尼，因认为约瑟无来报复，只不过是因为伊的老爸雅各活地关系。所以，当因转去甲迦南地埋葬雅各了后，伊的阿兄又搁开始烦恼约瑟伊会来报复，所以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惊吓。对因来讲，即点是完全无法度了解、无法度袂通测度的代志。是因为真侪代志，上帝咧处理的方式，是拢用咱无法度测度的方式来完成。亲像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出埃及记第2章第11节到15节记载的，也有类似的意思。迄一位甲人相拍的希伯来人，掠做家己真厉害，伊看到进前摩西拍死埃及的士兵的事。检察这人就诚做迄个告密者啦吼。伊对摩西讲：自随派你来做阮的首领，做阮的法官。你杀死迄个埃及人，嘛要杀死我吗？好，那亲像伊咧讲即个话的时阵，表现了真有骨气、真勇敢的样式。就连摩西伊也无明白为虾米会发生即款的代志。伊原本地掠做无人知影的事，竟然去互知，又搁去互问着讲，自随派你来做阮的首领，做阮的法官。其实，咱若用普通的逻辑去想的时阵，即个身为埃及王子的摩西，伊会当真大班、真大声来喊讲，是法老派我来啊！但是伫即个时阵，摩西竟然也开始去紧张，开始着惊起来。后来也就因为安尼代志，伊必须爱来逃走。即款的结局，搁较毋是摩西所会当了解，也是讲所会当预测、测度的代志。现在咱对即个事件来看的时阵，咱会看讲哦，这摩西吼。敢若逃命都袂赴啊，哪有时间去想呢？这互咱来想到伫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13节的经文来讲耶和华讲，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恁的道路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也较悬恁的路。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，就是润泽土地，互地上富艺结实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食的有米粮。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。我断无空倒转来我遮，是要成我所欢喜的，要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行通。恁出去欢欢喜喜，得到引带平平安安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来唱歌，田野的树木拢要搭手，青碧要发生，来替治理，光念树发生，
要来退治理吼，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，做永远的证据，袂会剪除。上帝时常用这种真奇妙的方式来进行伊的计划，完成伊的拯救。这是侪人袂当明白的，甚至包括你我。因为上帝的旨意、主的道路拢较悬过咱。亲像今仔日的经文，另外一位伫罗马书11章的经文，伊嘛安尼甲咱讲着：上帝恩典是偌尔啊丰富，伊的智慧甲财物是偌尔深，之最会当解说伊的决断，之最会当测度伊的道路。亲像圣经所讲，之最知主的心意，之最会当替伊出主意，之最会当过伊什么货，互伊不得不来行难。因为万物拢出伫伊，借着伊，归伫伊，愿荣光归伫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这是保罗甲这个罗马教会所讲的。咱呢？咱真做基督徒是要来学习，亲像约瑟共款的心志。无论上帝是怎样袂通测度，咱拢愿意来顺服。牧师认为，迄个顺服是一个上简单的方法，来互咱行伫上帝道路顶悬的一个方法。所以，望咱做伙来学习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8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出埃及记第2章11到15节，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。过去几天，我们用了许多的时间在谈论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的故事，他的遭遇。想必他的哥哥们也一定无法了解，特别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当约瑟被卖掉之后，他要不是死了，就是可能就是做终身的奴隶。怎么有可能可以变成埃及帝国的宰相呢？另外，令他们更不能够了解的一件事是，这个得了高位的约瑟，竟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生气，还对他们说：“这是上帝派我来的，不是你们。”即使他们一直认为约瑟不报复他们，只是因为父亲还活着的关系。因此，等到他们回到迦南地去埋葬了父亲之后，他的哥哥们又开始担心约瑟会来报复他们，因此他们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害怕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件事一点都无法了解，也无法测度的事。是的，这个就是上帝做事情的方式，以我们无法测度的方式来完成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2章11到15节的记载，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意。那一位打人的希伯来人，与人打架的希伯来人，自以为自己非常厉害。他看到之前摩西打死埃及士兵的事情，或许了哈，他就成为那个告密者。他对摩西说：“是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，做我们的法官？你杀了那个埃及人，也要杀我吗？”似乎他表现得非常的有骨气，很勇敢的样子。就当下，连摩西他也不明白为何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原以为没有人知道的事情，竟然被知道了。
又被问到说是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，做我们的法官？其实当这句话被问的时候，身为埃及的王子摩西，他可以大声的斥喝说：是法老派我来的。但是在那当下，摩西竟然害怕了起来。后来就因为此事而必须要逃离埃及。这样的结局更不是摩西可以测度的，可以了解的。或许我们要说摩西当时候连逃命都来不及了，哪还有时间去想呢？这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第55章8到13节的经文，这样说道：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上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。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，必然亨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都拍掌，松柏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。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上帝用非常奇妙的方式来进行他的计划，完成他的拯救。这是许多人无法了解的，甚至我想你我有时候也不太了解啊。因为上帝的旨意、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。就如同保罗写给罗马的书信，罗马书第11章的经文也如此的说道：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，他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的深奥，谁能解释他的决断？谁能探测他的道路？正像圣经所说，谁知道主的心意？谁能够替他出主意？谁给过他的什么，使他不得不偿还？因为万物都出自于他，接着他，归于他。愿荣耀归于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而我们呢？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其实就是要学习如同像约瑟一样的心智。无论上帝如何的无可测度，我们都愿意学习顺服上帝。牧师认为，顺服是使我们很自然能够走在上帝道路的一个方式。愿上帝帮助我们都愿意学习这样的功课，来用顺服来了解不可测度的上帝。